巨蟹座、天蠍座、雙魚座，如果呢一年呢，你仲係凡事要等有 feel 先去行動呢，你就好容易會錯失呢一年木星獅子帶俾你嘅好運。身為水象星座，當然你係心知細密啦，但係有時呢，亦都因為容易太過感性而變得悲觀。面對一啲大好機會，你可能第一時間會覺得，唉，呢個機會唔係屬於我㗎，又或者提唔起勁去爭取。但係隨住大吉星木星進入獅子座，帶嚟嘅係一股勇往直前，要你積極衝刺嘅能量。木星獅子嘅幸運密碼唔係俾你繼續留喺原地等待靈感降臨，因為當你仲喺度猶豫不決嘅時候，機會可能已經走咗啦。呢一年宇宙要你提升積極度、行動力，唔好再咁被動喺度等啊！我要準備好晒，或者我要狀態滿分先至出發。當你願意放低內心嘅悲觀同埋自我懷疑，大膽啲去爭取機會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呢都係可以得到木星獅子嘅豐盛。至於木星獅子對於每個水象星座都有唔同嘅影響，其實呢，我仲未講晒㗎，我已經喺 YouTube 準備好詳細嘅木星獅子整體趨勢同埋每個星座嘅運勢大拆解。有興趣了解多啲嘅朋友呢，留言 Leo Leo，我會將完整嘅影片連結寫俾你。